维吾尔女作家诺尔兰参加了土耳其第7频道有关斋月的节目，讲述了东突厥斯坦面临的种种危机，最后与节目组共同制作了《月亮之心》东突厥斯坦国旗。5月27日，以色列坦克炮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地区。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言人说，炮击已造成3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死亡。根据空军月刊杂志的消息，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宣布，于5月23日至26日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武器系统及军事装备国防博览会上，收到哈萨克斯坦防空部队购买36架苏杠30M 战机的订单。为在世界经济中有一定的发言权，中国政府在“一带一路”项目中投入了大量资金，为“一带一路”项目沿线的国家单方面节省了数千亿美元，因此导致财政危机，无法发放公务员的薪水。据葛萨克新闻社报道，中国政府为了填补经济危机漏洞，以各种名义及手段克扣压迫自己的公民。难民涌入欧洲，希望有新的生活。5月26日，非政府组织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奥古斯塔救助了721名难民，并将身体较弱、处于危险状况的难民送往医院救治。